猴这款动物，互人叫做是活化石。过去伫咧台南的北门七股附近拢会当看到，不过即马数量是愈来愈少。台南杉村国小最近参加海科馆猴的保育计划，这100粒猴卵已经生出82只幼猴，按算明年3月要甲因放登去大海。 一粒粒亲像真水卵伫咧水中，毋过详细看内底所有生物伫内底游。这是海洋科技馆提供予乡村国小100粒猴卵，学校利用鱼肚仔来保育。迄段期间已经孵出82只幼猴，这学期学生有新的任务，就是逐工拢爱来饲幼猴食物件，做因的年宝，嘛该监测水质咸度甲温度，甲生长过程全部拢记录来。照顾它。 会觉得会有很多成就感。明年3月就是把它放生，希望它可以过得好好的。囡仔因会当学着像讲更较有耐心，要哪做一个好的保姆，来照顾这个好宝宝。这嘛，互阮乡村的海洋教育的课程更较丰富。校方表示，因目标要甲幼猴照顾好势，按算明年3月放登去大海，好继续生态。 猴红合作活化石，因为伫咧地球较大，已经死于8000万年啊。过去伫咧海期常看到猴，因为环境变化，佮加上栖地互破坏去，造成猴的数量哪来哪少。加在地，嘛有园区大两个生态池，拢总有8只猴，估计生500粒卵，因嘛真摒势保育。即摆算有甲伊隔离啊，算。 要来做一个富裕的细只猴安尼孵出来以后，咱会使摕来迄个下午来透过人工的方式，然后来做一个富裕的一个计划呢。罗地高二学园区即县长指出，幼猴天地较济，因要甲饲甲大了后，提去北门下午野放，嘛计划开生态导览课程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